各位大家好，我係 Darius， 今日就講璣子外傳嘅故事。喺未來，璣子對抗伏魔時王，用上 Majesty Watch。原來係璣子發嘅夢。喺柔道比賽，璣子同對手僵持不下，發生意外受傷。喺瓊村醫院，伊達叔表示璣子就算康復，都好難返到賽場上面。突然，家臣襲擊璣子，好彩伊達叔保護咗佢哋，變咗成 Bird 攻向家臣，用加農炮打敗咗佢。返到學校，Schwartz 遞出取消推薦入學嘅通知書，建議佢投考警察。之後璣子經柯拿推薦之下，揾到趙井龍。經過佢提醒之後，璣子思考能夠為其他人做啲乜嘢，但係得唔到答案而離開。喺車站，莊吾提醒璣子嘅本心，一開始練柔道嘅目的係為咗保護他人。突然，家臣再次出現，原來係未來嘅伏魔時王命令佢清除璣子。白鍋子出現，表示璣子係救世主，送上 Watch， 但係海東偷走咗。Kaiser 同時阻止家臣，斬擊佢，但係混亂之中佢帶走咗莊吾。海東亦都逃走咗。其後，趙井龍帶走咗璣子，佢哋及時救咗莊吾。龍變身成 Absolute， 展開攻勢，斬擊佢。但家臣唔止一個 ，Absolute 處於下風。璣子重拾信念，恢復咗所有嘅力量同埋記憶，變身成璣子，加入戰局。兩人合力擊敗家臣，用 Maximum Drive 同 Time Break 徹底消滅佢哋。喺呢個時候，白鍋子表示自己先係真正嘅救世主，用上 At the End 嘅力量，吸收璣子嘅力量。好彩海東及時帶走咗佢。海東解釋自己之前俾白鍋子嘅替身術欺騙，力量都俾佢偷走咗。其後，白鍋子表示自己係平衡世界嘅鍋子。因為璣子成為唔到救世主，所以就決定自己成為救世主。四人變身，白鍋子召喚大量嘅家臣，攻向彼此。黑鍋子用超銀河 Explosion 消滅大量嘅家臣，只好召喚 W、O 同 Phi 協助，用上 Alternate Time Break 打敗佢哋。其後，海東送上全部二期嘅力量。璣子變身成 Gates Majesty， Gates 用上 Nitro 劍輕鬆斬擊，用靈王嘅槍射倒佢哋，最後用上 Majesty Elservatory Time Burst 徹底擊敗白鍋子。戰鬥完結之後，黑鍋子吸收咗白鍋子，璣子佢哋都回復返平時嘅校園生活。以上就係 Gates Majesty 嘅故事，都係 G.O 嘅完整故事。如果鍾意呢條片嘅話，可以 Like、Share、留 Comment， 或者 Subscribe 個 channel， 撳隔離個啷啷，或者當你 follow 我 IG， 我哋下次見。